听众朋友早，欢迎收看3月29号公视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阿明陈伟民。首先，带大家来关心国内武汉肺炎上新的这个病例数，咱看到来到昨已经是283例。昨新增加的16宗确诊病例内底包含2宗本土病例，其中一人是桃园机场旅游服务中心的这个员工。桃园机场已经随做消毒。另外一名50多岁本土案例是和指挥中心更较烦恼，因为伊过去无出国旅游的历史哦，而且几落摆去病院来看医生，说伫3月25号才互通报采检确定诊断是武汉肺炎。国内总计确诊人数283人，礼拜六新增加16宗确诊病例内底，14例是境外移入，2例是本土病例。9点外也调查，其中个案268是一个50多岁男性。2月礼拜因为酷嗽到诊所看医生，3月初2到17两摆出现感冒症状，佮互医生看。18因为原来慢性病去大病院，20因为体温较悬，佮到诊所被转到急诊，收治住院。3天了后出院，25佮出现症状去大病院，这个时阵才被通报确诊。因为这案子从他可能发病的时候到现在时间比较长，所以现在匡列人也比较多，那这个案应该是会比较复杂。观光局也证实，新增加确诊病例内底有一个是观光局的员工，派驻伫桃园机场旅客服务中心，这个所在已经全面消毒。3名同事也已经等于事隔24天。观光局已经准备要开始无同所在上班的机制。进前因为各级航空技师甲空服员连续确诊，指挥中心也对机组员颁布上新的特群配备规定，除了外口喙暗、护目镜，也有防水隔离衫。未来这物资的统一由指挥中心提供。最重要的核心还是我们机组人员的保护，这样子其实已经跟我们的医护人员，基本上已经是在风险区域里面的装备是一样的了。4月初开始，新的特群配备正式实施。指挥中心也修正进前机组员免特殊检疫的补充原则，包括客机机组员返来台湾了后3天内，客机机组员返来台湾了后5天内，必须特殊检疫规定，袂用派飞甲出外。随着国际疫情也伫咧传，指挥中心讲未来也会增订乘客守则，包括因应防疫袂用换座位这规定。若受症状也必须配合机组人员的安排。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疫情是拖全球，美国嘛正做是重灾区。美国总统川普就考虑要对 New York、甲 New Jersey 以及 Connecticut 这3州的民众强制实施2礼拜隔离检疫，按算真紧就来宣布。另外，咱看到英国、法国、罗西亚这些国家确诊人数嘛是直直来冲悬。另外咧，相当的这个灾区是看到欧洲的意大利，在各创下5日死亡人数上悬，28号新增加889个人。Purtroppo oggi registriamo 889 nuovi deceduti。受疫情冲击，意大利27新增加969人死亡，创下一天死亡人数上悬纪录。28死亡人数佫增加889人，是一天死亡第一悬的纪录。全国死亡已经破1万人。意大利正做全球死亡病例上济国家。Vengono impiegati i nostri volontari per andare a fare la spesa per chi non riesce ad andarci, quindi saremo pronti anche a distribuire pacchi alimentari o quello che serve nelle ipotesi di necessità. 英国第28新增加260人死亡，共款创下国内一天死亡人数上悬纪录，死亡人数已经破1000人。另外，美国确诊病例数也破11万人，超过1900人死亡。美国总统川普将美国10个州甲2个地区宣布是重大灾难状态，佮考虑对纽约州、纽泽西州甲康乃狄克州的民众强制实施2礼拜隔离检疫。If you are from the New York metropolitan area and you travel elsewhere, we need you to self-quarantine for 14 days to help us contain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And I am now considering, and we'll make a decision very quickly. 川普表示，隔离政策会针对旅行方面避免新冠病毒拖到其他的州。被问到美国是毋是伫国外节了后重回正常，川普表示，请大家等咧看。不过，伫重灾区的纽约州，即马可能无办法这么乐观。We had to get a refrigerated truck to store the bodies of patients who are dying. 纽约艾姆赫斯特病院的医生向院内情形形容亲像是地狱。
5 ventilators. Oh my God. 催安服务镜甲呼吸器，爱救病人的医疗器材全部严重欠缺。联合国神经机关25万个催安服务股，个性用伫个受灾严重的纽约市。另外，土耳其、法国甲俄罗斯确诊人数也拢增加真济。台湾时间至到透早，全球确诊病例已经破65万，死亡人数也超过3万人。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的影响呢，侪侪国家拢来锁国。日本 NHK 报道，进前伫秘鲁受困的110多名日本人，要坐日本旅行社安排民间包机哦，由台湾政府安排包机离开秘鲁。咱讲到台湾外交部嘛表示讲，秘鲁代表处确实讲，当咧安排第2台包机，要载咱旅客当来离开秘鲁哦。咱正买单秘鲁包机顺利起飞了后，会对外来公布。我们驻秘鲁代表处确实正在安排第2架包机载回我国的旅客离开秘鲁。那我方呢，将等到包机顺利起飞之后，我们就会对外进行说明。进前因为秘鲁锁国，导致台湾旅行团甲部分的散客留伫咧秘鲁哦。这个月19号要坐商业包机离开这个秘鲁哦，拢总有72名台湾人已经顺利来到这个迈阿密哦。目前秘鲁境内也有60多名的台湾人。再来讲款是包机的部分，咱看到中国武汉哦，因为这个中国宣布湖北省解除封城，海基会安排2班次的华航上海指定航班，19号、30号出发，要接回来留伫这个湖北省咱的台湾人哦。但是咧，咱看到中国湖北省的这个台班突然出到这个阻碍回来台湾的这个行为哦，要求比较武汉包机的这个模式。对此咧，咱看到行政院长苏贞昌就强调，这回回来到台湾的任务坚持采取着类包机的这个方式，咱台湾人必须爱第这个定时定点的航班回来到台湾。中国湖北省解除封城，海基会随时安排2架华航的上海指定航班，预定29、30出发接回留伫湖北的民众。不过，留伫武汉的大商偷偷讲出来，中国湖北台班敢若干了回来台湾的代志，坚持比照武汉包机模式，应该由东航甲华航各再执行临时航班，也呼吁大商卖坐上海航班，互这代志出现变数。民进党当局舍近求远的方案引起了广大台胞的强烈不满。据台媒报道，海基会公布消息之后，大量的电话随即涌入，担心挤不上飞机和提出湖北到上海路途遥远的抱怨声不断。中国湖北台班指出，湖北甲上海路途遥远，造成民众回来台湾无方便，而且留伫湖北的台湾民众，只要得到健康证明就能离开。应该予800外位台湾民众对武汉坐飞机回来台湾。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立白讲，头1撮包机予台湾的防疫差点仔出现缺失，第2撮包机也经过真侪波折，所以这摆决定采取类包机方式落实检疫作业。类包机方式就是哪一天哪一班，这样才好。应该多一点防疫，多一点让国人同胞顺利，而少一点政治。那早上当然我们也再重新这一个就是推演了一下，那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没有注意到的，所以现在都是准备好。疫情指挥中心强调，类包机相关作业已经准备好，若是出现问题会及时应用。另外，对着进前禁止武汉大商回来台湾引发议论，指挥官陈时中也解说，不是因为被列车注记，是武汉封城造成人无倒出来，才是主要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所有社会消息咯，带大家来关心桃园市北投警分局这个环境。咧抓这个啉酒开车的这个查甫人的时候，因为对方开车来烧路，警方连开5枪哦。虽然上尾咱看到抓到这个嫌犯，不过咧一名女乘客是身中3枪哦，最后不幸来过往。这个开车的查甫人酒测值这个差不多0.49。警方嘛咧调查讲这个环境用枪的这个司机是不是符合着规定？救护车赶紧把这个互枪支大条的查某人送医急救，不过病医全力抢救了后，伊也是不幸死亡。离开枪的不是歹徒，而是警方。桃园北投分局警察27暗时要抓一台拒绝停检的轿车，开枪锁去大条坐伫后边的女乘客。本分局会全力协助家属处理善后，有关员警用枪的时机及相关的法律责任，正在调查厘清中。
警方讲，27暗时11点外，巡逻车伫桃园市北德区介绍路发现有4个查甫人所开的轿车真可疑，不过伊拒绝停车接受检查，赶紧开走。过程中也2摆再度提要弄警察，所以讲才会连开5请阻止。虽然最后伊还有抓到这4个查甫人，也不过坐伫车后座一名女乘客却是着3请。案发当时，附近也有真侪民众看到。我以为是相撞了。10点多，我听到。那个声音听起来好像是鞭炮声呢，然后连续3声呢。警方事后对这4个查甫人进行酒测，酒测值达到0.49，敢若是因为酒醉开车才拒绝检查逃走。询问了后，依照公共危险、妨害公务罪依上法办，而警察的用枪事件也有相关法律责任，正伫调查。警方会全力协助女乘客家属处理后事。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到这个警界哦，甲这个内政部是毋是伫遐搭来搭去哦？咱看到内政部甲警政署长陈家庆依照伪造文书罪哦，函送法办。虽然目前案件互检方来退倒转去，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就针对这件代志，心情是真震动哦。除了是无法度接受以外，伊讲哦，这内政部事先拢无甲行政院来报告，嘛交代警政署长爱坚守着业位，勇敢来面对。警政署长陈家庆被怀疑因为报销申请的案件涉及伪造文书，去用检举，内政部将伊以伪造文书的罪嫌函送法办，但是上尾因为函送的内容点数无完备，被检方专案退回。对于被函送，陈家庆认为家己是清白的。我心很平静，但是有这样的事情，我总是要去面对。那如果有调查，我当然静待调查。不过最重要，我现在真的是很忙，全国警察里面都会知道，全国警察都投入嘛，这个就是我的责任，我必须马上要稳定这些军心。陈家庆表示，即马全国警察拢全力投入防疫，伊嘛是27号看到媒体报道，才知影家己被内政部函送法办，毋过将会全力配合调查。内政部长徐国勇一直到中昼拢联络袂到。行政院长苏贞昌28号视察台中酒厂，讲到警政署长被内政部函送，伊心情特别的震动，而且对于内政部事先完全无向行政院报告，相当的无法度接受。过去这段时间以来，从来没有来跟我讲，而是到移送法办的当天晚上8点多，才打电话给我办公室主任。说是因为忙忘了向院长报告，竟然是这样的理由。苏贞昌强调，甲警政署长移送法办是将来唔捌发生的代志，嘛是重大的代志。如果内政部长感觉警政署长无责任，应该向行政院来报告，嘛会使调整署长的职务。即马法院当前，27号暗时已经约见警政署长，交代坚守岗位，嘛要坦然面对这件案件。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在咧上大条来关心武汉肺炎哦，咱关心到这个中央研究院进前是传出5个人得到武汉肺炎，这个群组感染了后，和平常时接看这个中央研究院直接的大学拢真正烦恼，大家就宣布要喊暂停哦，这个中央研究院实体这个交流，各地面册来普文讲，过去2礼拜哦，全校师生有732名和中央研究院有接触过，却无法度得到这个确诊，这这个相关资讯，惊讲会变做是校园防疫的空房。学校门口大信息为3月30开始，台台实施进一步的校园管制。那10号以后就要限预约。防止疫情扩散，部分大专院校实施门禁管制。台台伫中研院传出确诊个案了后，采取应用措施，除了高通车暂停，采用管期教学之外，伫3月7日到2日期间，若讲有师生前往中研院，要爱自主健康管理。因为我个人是相信政府的专业，所以他们都会去追踪一些足迹嘛，所以我是觉得不公布，其实不造成恐慌也是一件好事。我是觉得学校就是最近1-2个礼拜有越来越严格，而且就是步调越来越快，就是严格一点，就是严谨一点，反正现在如何降低风险最重要。学生对防疫措施有无同的声音，台大27暗伫面册普文，讲学校甲中研院往来密切，过去2礼拜有732人甲中研院有接触，也毋过学校想要处理确诊者的资讯，却被通知疾管署无稳准泄露，烦恼资讯不足，可能成为校园防疫的空房。个案或是机关，
所能够掌握的讯息或机关之间互相的一个公布的范围或自主处理的一个原则，我们会来定一下。因为当发生的状况的时候，那如果有相关的机关之间有往来，那应该是要密切合作嘛。初步的达成是两边是资讯可以都很透明的让彼此都知道，可是后来好像窗口上面，确实没有得到足够的资讯，认知或是沟通上面可能是有点落差所造成的。台大副校长兼指挥中心成员的张尚纯替上方讲话，认为是认知落差。另外，学生会呼吁学校爱伫防疫决策中纳入学生的意见，唔通引起困扰了后，才想要补救。中研院也指出，有公布几个确诊个案的活动范围病况稳定康复中，学术单位活动变缓，如何伫信息掌握甲防疫措施中取得平衡，也是防疫关键之一。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到武汉肺炎疫情拖到即阵哦，咱看拖的速度是非常紧。在世界各国拢陆陆续续传出着确诊的这个个案，嘛，致使咧伫国外留学生出境是愈来愈困难。咱讲伫英国留学生哦，最近都因为疫情的关系，转来到台湾，当时阵嘛比较台湾和英国防疫的观察哦，因为讲台湾因应的措施，一个民众防疫观念拢袂歹啦吼，嘛，互伊安心袂少。穿防护衫、挂喙暗，伫英国读册的台湾留学生，穿着装备，顶日回来台湾。我们12个小时的飞机，还有我到机场要5个小时的车程，都还蛮恐惧的。像是大家都不会去厕所啊，或是不会吃机上的食物啊等等的，回来的时候就觉得安心很多。原本想要留伫英国参加考试，因过学校全面停课，所以决定回来台湾。这位留学生也讲到，英国爆发肺炎疫情以来，政府的防疫政策甲台湾真无同，一直咧洗湾。先是暂停体检等作为，后来也有全国禁足令，全部拢引起讨论声音。觉得回来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待在那边的话，基本上就是被锁住了。我在那边的同学，现在还有一些是困在那边的，然后没办法出门3个礼拜，也没办法去医院，学校物资也是很得来不易的这样。像那边的超市现在都是抢购一空。本来伫伦敦街路有袂少人组织，即马只有少数人咧行动，气氛相对安静。留学生也观察欧洲国家也有袂少人无做好自我防疫，身边的朋友为着风险可能真悬，处境互人烦恼。就是其实整个状况让人家很担心又很心碎，因为你从来不知道你身边那个人有没有染病，你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染病，因为你不能被筛检，而且你就算生病了，你去医院不会有人照顾你。另外，近期传出一寡学生因为学校配合防疫措施，所以被打标签，甚至遭遇无友善的对待。教育部长朴文忠也伫面册铺文表示，唔敢遗憾，指出病毒才是共同的敌人，爱经过正确知识，互相帮助，才会当对抗疫情，行出困难。记者综合报道。到底这个疫情伫中国有受到控制无吼？这个中国官方是讲有啦吼，毋过咱看到这个产业虽然讲有复工，但是中国媒体就报道讲，电影院复工煞临时来喊停。另外看到日本这个疫情继续咧拖，东京敢有可能会封城咧？日本首相安倍就认为讲，那是封城，恐惊会造成日本经济影响。礼拜0点起，中国500间武汉火车站恢复营运，这是对1月23停运以来，过了65天将有解除禁令。而航空是在2到0点起恢复500间，除了武汉天河机场以外，所有国内航线，而且侪地区的学校也陆续拢恢复上课。量体温若是通过了后，将会入去学校内底咯。看到那个风，这个就是一种希望嘛。湖北人出省的话，还是蛮受歧视的。我希望大家还是不要把我们湖北人当作病毒一样。中国官方讲，疫情得到控制，伫全球疫情一直拖开的时阵，典型复工复学的一面。不过，在新闻甲中新经纬网拢报道，中国国家电影局赶紧喊停，所有电影院暂时袂用复工。礼拜了后的电影票也无倒买。而在新闻更加伫武汉翕到汉口殡仪馆进了真侪金刀翁仔，也有民众去领亲人的骨头夫，若是无事先预约，爱排队5点钟。疫情是毋是真正有效控制，依然真受怀疑。镜头转到日本，超市冷藏货架物件即要互扫了啊！
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呼吁市民，本礼拜六尽量莫出外，或者日本人也伫咧抢这物资。缶詰とかカップラーメンとか、3食ご飯とか、あとはお米、あとは野菜言えばね、玉ねぎじゃ保存できるような野菜が意外と売れてましたね。まあ致し方ない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と、やっぱり国民みんな一人一人がもうちょっと意識を持って行動すればここまで広がらなかったのかなという気はしますね。小池百合子在2月也讲，若是防疫什么拢无做，东京就要封城。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即时回应，伊知影讲要避免东京疫情摊开是非常重要，也不过若是行到封城这一步，哪里对经济造成重大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提醒观众朋友一定要好好来做预防，来看到美国有一个为着武汉肺炎的查甫人，头一摆检查的时阵无任何的这个镜头，我短短几工哦，伊的肺部却感染真大片。美国医界嘛呼吁讲哦，对肺部的伤害无法度恢复，一定要好好做预防。这张图内底黄色部分代表受到感染甲损伤，分布在两边血液真侪所在。这是美国一个59岁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的人肺部情形。伊过去虽然有高血压，不过大体上是健康。确诊了后一开始无症状，几工了后快速恶化。这阵是伫咧重症病房内底治疗，不过爱靠呼吸器。在他无症状的期间是不可能突然呼吸衰竭的，只是说如果他一开始没有症状，到了后期。病毒的量变多了，对肺部的损伤变大了，产生一个肺炎的话，它才会产生呼吸衰竭。感染科医师分析，确诊的人大部分有3个症状，国际上确实有袂少个案是一开始轻症，一礼拜变做重症案例，表示一开始无肺炎患者症状也可能改变，不过一般尾啊就会出现呼吸道的症状。开始如果说你是轻微的感冒发烧。但是没有严重肺炎的症状，也不表示说你以后不会有重症，所以这都在那个就医的过程中都要注意，说自己有没有呼吸急促、呼吸困难的症状。一旦有的话，就是表示说肺炎可能恶化。国际疫情一直拖，中国武汉4月初恢复对外交通，是不是可能再有一波疫情发生？医师认为，因为无了解中国确实的确诊数字，较无法度来估计这个影响。而台湾部分有计6月到7月天气变热，疫情有机会会较热。记者综合报道。电风上头带来婚姻馆看北港集雅轩是台湾头一个指定做古迹这个客馆有100多年的历史。不过因为这个年久失修，地方嘛争取到文化部1000多万的这个补助。最近进行修复时，伫2楼发现有2块这个茶门板顶面写着“集贤号乐”这个雅造妙音按算未来要整修了后，要个重新甲斗起来。这2块木门板顶面写着“集贤和乐亚洲妙音”的字样，是北港集雅轩区馆2楼中被发现。集雅轩人员就讲，应该是门板损坏后，被起来当作补强白下加过，损坏木地板的补强板。问那个耆老和那些老人家，他们就说，较早迄个门是2块门板的，不是像现在有玻璃框这样子。更重要的是，上面的字就是写我们集雅轩的所以基本上就是集雅轩的门板。那未来修复呢，我们集雅轩也希望，就是把它恢复。为了北港集雅轩的区馆有多样的文化艺展，是每年北港妈祖xuất巡重要外舍，嘛是台湾第一间被指定的古迹区馆。到现在已经有106年的历史，但因为年久失修，近期争取到文化部补助1000多万，正在进行重建历史现场的修复。在这个工程的过程里面，我们都会有每个月都会有工作的会议。那透过工作会议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说，目前他们整修的状况如何？包括这一次，我们又找到它的一扇非常有历史的100年的一个大门。文管处表示，北港集雅轩是北港现存的上老的北港社团，国内保存6件电路一般古物，现在有500多件文物，希望透过工期大约1年的历史现场修复，期待修复后的100年区馆，会当提供更完善的演奏和排练空间。记者为您报道。再来，大家来关心气象。今日天气较稳定各地拢是多云甲好天的这天气形态。做回来关心各地天气预报资料。首先看到北部地区，这个基隆、台北，这是气温是14至21度。
在个中部看到台中彰化云林是16度至26度。往南行，咱看到台南高雄屏东恒春，则是17度至29度。东部地区，咱看到宜兰花莲台东地区哦是15度至23度。感谢你收看这节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阿明张伟民，咱共一个时间，再会。